即马风台都要来啊，除了对南部造成影响以外，中部嘛唔敢大意。林业署宣布，大雪山、八仙山、武陵国家森林游乐区，为今仔日开始是预防性休园。也那北美的也那高美南地鹿营区，为9月30开始是休困5天。另外，中华鹿港顶环保地区7月份开辟风台的时阵做大水，业者即嘛是赶紧按水闸门来避免造成损失。是，请问是要做取消吗？好的，那这边请问小姐贵姓？参透风台来势正强，大中市和平区已经出现明显风势。福寿山农场目前多是波斯桥回归，原本到10月初3进前预定都要将近完房，即马拢提了。林业署所说大雪山、八仙山、武陵国家森林游乐区10月初1开始有警情休困，各关气象顶13条自然步道暂停开放，呼吁民众暂时唔通去。现在刚好是波斯菊赏花期，原本预定的住宿都将近满房。目前至10月3日住宿都已经退订，农场也持续注意台风动态。大雪山、八仙山及武陵国家森林游乐区预警性休园，辖内古关七雄、横岭山、鸢嘴山等13条自然步道暂停开放。台中平地部分树户紧急修剪2.6万丛树啊，防止落树倒去。海线高美湿地鹿营区赶紧贴布棚，宣布即马开始5天有风性休困。在海岸线高美湿地露营区那从今天开始到10月4号5天预防性的闭园预防性的闭园，请大家配合。中华鹿港的顶环保地区7月开面风台时阵淹大水，水务监业者唔敢大意，这几天拢加装风水门，按正引动100公分高的水势。目前看气象报告的话，我觉得是蛮严重的啦。哎呀，有装有安心，那没装你就怕着等他这样子啊。由南汇公所搬倒真济山包，而且伫仓库内底设悬的火架，准备随时应将火不断悬。面对风台唔敢大意，大家拢已经准备好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